我们登上用水牛精神来形容台湾人的都市档案同神猛。见下3幾多年，食過牛肉，冇看過牛的行路哦。牛的離我們嘅生活文化引來影響呢，更加講種牛班，這人呢怕路唔地係乜嘅意思嘅喲。來了解到人同動物向下做事，向下完成一件事情過後，我們對動物的尊敬同愛係用嚟嘅呢。新竹新埔有一個水牛藝術家李春興，都可以種牛課，希望帶領大家來接觸牛嘅，學種牛嘅。假如呢人同水牛向下完成一件事情，佢歡喜嘅感覺，重新尋找人同水牛同土地嘅情感連結。胸筋捏美完，等一下，如果牛死的话，之后可以摸一下。水牛的那它的毛是什么颜色的？棕色，黑棕色。它是金色的，黄金的金哦。所以说为什么摸水牛这么服气，是因为金色的关系这样。然后呢，水牛做中心，他人设置为做结看。李春興詳細紹介水牛愛他家來認識。也係李春興開嘅種牛課，想愛學做種牛歌嘅，天初愛先了解牛嘅嘢用嘅。今日雖然天時唔好，唔過還係想嘅廣東人來上課。現在的那個米的它的飽度呢，大概只有8分而已。新爺拿起切木草滾牛為師，先同牛嘅培養感情，因為等下一下還愛學傾牛嘅。左轉，就是拉左邊。看到李春興出聲指揮水牛騰頓賽譜，轉彎沒冇乜問題。這時候我在右後轉，各位看一下。來，走位 ，Go Go Go， 對不對？他的身體呢，不斷的拍打他左邊的身體。這時候呢，他覺得左邊的身體有壓力，他這時候就右轉了。沙等溫星人的看呢，看到牛數。帶水牛行 S 型路線。要用力拉，然後要讓他知道我要走哪裡。那你覺得牽牛好玩嗎？好玩。呢個活動好當成似亞星人，佢就冇看過牛，嗌冇按拳看過牛，當時是有看過，不過咩冇個按拳嚟攞牛向下過，喂，自己會小佢會減，不過禮拜有隻機會我個當好咁樣係。做上做農下下愛20水牛，為台灣創造嘅豐富嘅物產。台灣光復初期係水牛有最多嘅時期，有32萬人頭水牛。民國50年過後，因為環境改變，家家改用機器來做，台灣養水牛嘅量日漸日減少。喺100幾歲下，藝術家李春興看到朋友用自然農法來種植，就問到用牛來田嘅技術會傳唔下去嘅。4年前對台北賽道新竹新埔去，約嘅2頭水牛，從頭後用嘅水牛來田。韓國實猛推廣水牛文化，也以參與韓國嘅種牛課，我本韓國多嘅人來體驗同水牛互動有益感通嘅。這些課程就是說循序漸進，然後由淺入深，然後透過一次一次的讓學生或小朋友或大人，然後跟牛就接觸，然後慢慢了解，怎麼樣，什麼是牛耕文化，什麼是牧童這樣，然後牧童會什麼事情這樣。那個坐正中央，然後身體呢微微往後這樣，了解嗎？然後可以抓毛，抓着毛這樣抓緊。見到牛尾去到田東岸，愛搞按到嘅4種牛角尾，用嘅穩穩嘅草田牛背胸，也條聲音嘅頭一擺草田牛背胸，是係見出嚟又緊張。好，來往後躺。
对，身体往后放松哈。会害怕吗？不会，但有点紧张。为什么？因为很怕要掉下来。那坐在上面有什么小技巧吗？你等一下换你。抓住毛，抓住毛就可以了。还有呢？要做好。要做好。那你还会想要再做一次吗？好，走了。会。刚开始有点紧张，然后后来要下来的时候又想再做。骑牛的时候，如果你要背有一点往后一点点，要不然如果呢牛的头往下低的时候，你会溜下去。我觉得也有点像骑马。真的哦？那你骑上去的时候会害怕吗？不会。不会。你以前有接触过牛吗？只有在围墙外面看而已。这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接触吗？对。大等新年的南台蓝足足的天球風，按照家長們們去做新年的夏威通樂，都唱起幾多的路頭牌。然後小朋友第一堂參加之後，覺得那種從心裡喚起的那種愉悅跟高興啊，覺得很想再繼續參加，所以4堂都會來。小時候也是在農村長大，算回味蠻多的，回味無窮。細時候都會有同個水牛教強下嘅經驗嘛。呀，我最太來國小4年級耶，然後借着有踩在這個土地上啊，那種對土地的情感，然後把我們小時候的那種經驗能夠傳承給下一代，這樣。新年的衝輪水牛歌，歡喜又衝又跳。李春先成功的跟水牛團員按溫馨的互動，留低新年的野心跟調度。事實上，團水牛向下完成工作的歡喜，就係李春先希望推廣出去人團牛向下的情感。而唔單止團牛看落來甜，還有向下做各種的藝術創作。人跟牛之間可以做什麼事情，然後慢慢的去做，一直慢慢去學習怎麼樣犁田啊，然後怎麼樣牽牛啊，那牛的所有的習性，然後從頭開始學這樣。那過程當中覺得越養越有趣這樣。那等於說它慢慢變成跟人跟牛一起完成一件工作，除了土地上面的工作之外，然後試着去嘗試油畫創作，或者是到海邊沙灘從事與牛共舞，然後沙地的一個創作方式，就是跟牛一起合作完成一件事情，那我覺得很有趣這樣。重點是希望說大家改變對牛的概念，這樣，然後實際跟牛做接觸，這樣。人就是牛，其實很喜歡人，那人也很需要牛，這樣。那我希望就是說，人跟牛一起完成一件事情的一個方式，可以讓大家去思考這個問題，這樣。那它是一個很棒的一個夥伴關係，那希望更多人能夠了解這樣。關心面團水牛的幸福關係，李春先愛改變一下的人對水牛長存到實的想法。伊講人生其實就係人牛的同土地的結合，人同牛的有個關係，就有個天貼安樂的人生。李春先希望重新團人水牛和個土地的情感，再個潛歸來，而團牛講文化傳下去。